逆流聽完冇即刻出聲，佢唔係唔信，而係太熟悉呢種情況。你老公叫咩名？梁之偉。好，我上嚟睇下。第二日夜晚，逆流嚟到佢哋單位，我都有去幫手拎符紙同錄影。逆流攞咗一張銅錢符放喺阿偉背脊，冇反應，又攞出一面細鏡照落佢度，成塊鏡起晒霧，睇唔到佢嘅倒影。我忍唔住喺心入面嗌咗一聲，佢真係唔係人。飯後我哋一齊坐低，逆流終於開口：你記唔記得自己發生過咩事？阿偉低頭：車禍，我記得我俾泥頭車撞到，玻璃戒頸。咁你點解唔走呢？阿偉唔答，但嘉嘉突然開口，聲音震晒。因為我叫佢唔好走。全場靜咗，嘉嘉望住阿偉，眼淚不停咁流。我知道你走咗，但我唔想一個人。你返嚟嗰晚，我以為係幻覺，但你真係企喺門口，我唔想你走。阿偉眼濕濕咁望住佢，逆流搖搖頭，低聲講：你留得佢越耐，佢變得越快。再過冇幾耐，佢連你都唔認得。嗰刻我明白咗，講唔出口嘅唔止係死亡，仲有一份愛，明知錯但唔肯鬆手。呢份愛足以讓一個死人留低，但同時亦足以變成一種詛咒。你揾我唔係因為你想超度佢，係因為你怕自己撐唔住，所以你想揾人幫你講放手。嘉嘉眼泛紅，終於開口：係咪要做法事？未係時候，我會帶你去一個地方，你要問清楚自己，你係要佢安息，定係想佢留低？我唔知。咁就由佢嚟答你啦。翌日傍晚，嘉嘉同逆流出發，去到屯門某個舊廢校。天未黑，但陰霾密布。逆流擺低一個香爐、一對白燭、幾張符紙，再俾嘉嘉一個布袋。你將佢件衛衣摺好，放入去。嘉嘉手震震地接衫，眼淚終於忍唔住跌咗出嚟。我唔想佢走，我仲未同佢講清楚。只要你肯講，就算佢唔喺度，佢都會聽到。風忽然變強，香煙亂飄。佢嚟咗。下一秒，嘉嘉聽到熟悉嘅腳步聲，佢抬起頭，面前嗰個身影好模糊，但真係阿偉。身形冇變，但成個人灰灰蒙蒙，睇唔清楚。阿偉冇喐，只係望住嘉嘉，然後開口，聲音勉強聽得清楚：你想我留低，定係想我離開？嘉嘉忍唔住嗌咗出嚟：我想你唔好痛。阿偉輕輕一笑，但聽得出唔係人間嘅聲音。我已經唔痛，痛嘅係你。香爐火焰閃咗幾下，燭光熄滅。佢講完佢要講嘅嘢啦，跟住就睇你肯唔肯講。嘉嘉捉住嗰布袋，跪咗落地。阿偉，我唔係唔想你走，我只係唔識點樣講再見。我怕一講完就永遠見唔到你。空氣一陣，香灰飛揚。阿偉嗰個影子點點頭，慢慢轉身離開，冇回頭。夜晚8點，所有儀式結束。你已經做得好好，唔係每個人都會捨得講最後嗰句。講完就真係可以放低晒咩？講完只係開始學習點樣放手。嘉嘉以為阿偉走咗，應該一切都會靜落嚟，但最靜嘅時候，偏偏係最嘈。尤其係夜晚，冇電話、冇電視、冇冷氣嘅聲，得返自己呼吸聲嗰陣，耳邊突然多咗第二把聲。起初只係半夜瞓唔着，聽到有啲吱吱聲，好似牆後有老鼠。嘉嘉搬咗部風扇出嚟遮噪音，但效果唔大。跟住嗰晚，風扇啱啱轉到嘉嘉正面，佢聽到風聲入面有把男人低沉嘅聲，慢慢講出3個字：好，走。嘉嘉即刻開燈，成身冷汗。風扇繼續轉緊，並冇異常，但自己真係聽到，絕對唔係幻覺。朝早，嘉嘉去揾逆流，逆流一見面就話：你屋企唔乾淨。唔係話已經送咗阿偉走咩？你係送走咗佢，但你屋企未清。你屋企除咗佢，可能仲有其他嘢。2日後，逆流拎住一張畫滿咒符嘅紙走入嘉嘉間房。逆流望住角落，眼神變得認真。唔係你屋企嘅人，唔係你想留低嘅人，呢種叫做跟聲。跟聲？有啲靈體專係扮你熟悉嘅，你最掛住嘅一個聲音。佢哋會學佢講嘢，學佢嘅語氣、習慣，連錯字都會照樣學埋。
目的唔係想你陪佢，係想你信錯佢。當晚逆流起壇，擺咗7支蠟燭，每支都對住屋內唔同方位，然後俾嘉嘉拎住一部錄音機。你今次聽清楚邊句先係阿偉？蠟燭燒到一半，空氣突然轉冷，錄音機自動開機，發出雜音，跟住一把聲傳出：嘉嘉，我走唔到啊！我真係唔想走啊！阿偉，唔係佢。一陣風打側吹入屋，蠟燭火焰一齊偏向門口。黑暗中，嗰把聲再次響起，但唔再係阿偉嘅語氣，轉成一種沙啞嘅低吟。你想留低佢，不如我嚟陪你啦。然後嘉嘉感覺到有人捉住佢手腕，冰冷無力。逆流即刻攞起符紙，喃喃念咒。以真聲為引，以雲燈為證，亂令推散。地上蠟燭火焰一瞬間變成藍色，燃燒成一道光牆。真聲靈體已被斷完，佢再呃唔到你噶啦。過咗10幾分鐘，氣場先慢慢回復。嘉嘉手震震地望住自己手腕，出現咗一道淺紅嘅瘀痕，好似有隻手曾經捉住佢。逆流攤喺梳化，飲咗啖水。人最難放低嘅唔係回憶，係希望。以後如果再聽到嗰把聲，我唔會信佢，因為真正嘅阿偉已經講完最後一句走咗。如果有條短片睇咗之後，可以改變你對一個人嘅所有印象，你會唔會咁開嚟睇？嘉嘉睇咗，佢從未諗過阿偉會留低一段咁樣嘅嘢。事件發生喺清晨6點13分，嘉嘉啱啱瞓醒，手機彈出一個未顯示號碼信息，冇文字，得一段39秒嘅影片，檔名叫給他。嘉嘉原本以為係垃圾，但封面截圖入面有個身影，背脊好熟。撳開片段，開始於一個樓梯間，光線好暗，手機鏡頭搖搖下，畫面中出現一個人，係阿偉。佢望住鏡頭，冇笑，表情認真。如果你見到呢段片，我應該已經唔喺度。嘉嘉，我冇對你講真話，因為我唔想你恨我。畫面突然一轉，變成偷拍視角，一個女人着住一條紅白夾裙，拎住一袋外賣，行入阿偉成日話開會嗰棟寫字樓。再轉場，阿偉坐喺車入面，望住個女人上樓。最後返去阿偉自拍畫面。我有一段時間對佢上咗心，但係最尾我揀咗離開，因為我唔敢再傷你。但個女人佢唔肯放手。畫面斷咗39秒，就此完結。嘉嘉呆咗成個鐘，坐喺床邊，隻手一直揸住部電話。嘉嘉決定要揾答案，佢將片段逐格截取，再用人面搜尋 APP 配對咗嗰個女人，係某間婚禮攝影公司嘅職員，名叫 Mandy。而阿偉過身前1個月，正話過幫一對朋友影結婚相，原來係去見 Mandy。嘉嘉忍住心裏面嘅悶氣，約咗 Mandy 見面，約會地點係一間咖啡店。Mandy 好快出現，個樣比嘉嘉想象中平凡得多，帶住少少疲態。未等嘉嘉講嘢， Mandy 主動開口：你係嘉嘉，我知你一定會揾我。你同阿偉到底係咩關係？我哋冇拍拖，亦冇越線，佢只係陪過我一段時間，因為我當時失戀。佢話自己已經有老婆，唔可以有太多感情瓜葛，但我當時好脆弱，可能做咗啲唔應該做嘅事。咁段片係你 send 俾我？唔係我以為段片已經冇咗。嘉嘉返屋企後，夜晚又一次收到未顯示號碼嘅信息，但今次唔係片，而係錄音。一開傳嚟阿偉嘅聲音，但語氣冷得好陌生。你唔想知真相，我可以唔講，但你諗清楚，你要我一個人嘅全部，定係你只想佢做你幻想中嗰個人？講完，錄音自動刪除。嘉嘉崩潰，成晚冇瞓，坐喺度畫畫，畫阿偉嘅樣，畫完一張又一張，畫到手起水泡。直到天光，逆流嚟咗，逆流睇到嘉嘉畫滿一地嘅紙，講咗一句：你有冇問過自己，如果佢未死，你會唔會原諒佢？嘉嘉冇答。夢可以呃人，但呃唔到個心。有時人會選擇繼續瞓，唔係為咗休息，而係為咗見一個你喺現實中永遠見唔返嘅人。嘉嘉準備好入夢見阿偉，但呢一場夢唔只有佢。逆流攞咗件陳年紅布鋪喺嘉嘉張床上，四角擺滿咗鳳仙花，紙錢同一支香。入夢法只可以用一次，唔可以亂試。你會喺夢入面見到佢，但一定要記住，
唔可以答應佢任何嘢。嘉嘉點頭，手揸住阿偉舊手錶，眼神堅定，逆流望住嘉嘉。咁你要認得出邊一個係真正嘅阿偉。香點起，嘉嘉閉上眼，呼吸變慢。下秒，佢企喺一個灰蒙蒙嘅巴士站，四周都係濃霧，冇人冇聲。突然，一輛巴士停低，冇車牌，冇司機，車門打開。阿偉坐喺尾二排，身穿黑色衛衣，對住佢笑咗笑。上嚟啦，嘉嘉上咗去，坐喺佢隔籬，冇講嘢。兩人一齊望住窗外，巴士開動，窗外閃過佢哋拍拖時啲場景，食飯、睇戲、嘈交、冷戰，再和好。阿偉突然開口：你仲記唔記得我哋第一次拖手係你主動？係，但你唔係講過，你當時有啲怕我咩？我唔係怕你，我係怕自己唔夠好。你夠唔夠好，唔係重點，重點係你冇講清楚。我冇講清楚，係因為我驚講完你唔再愛我。但而家我知，唔講先至係我錯。巴士突然急剎，前面多咗一個人影，一個女人，着紅白夾裙，背住佢哋，站喺馬路正中。嘉嘉認得係 Mandy。阿偉起身行出車門。我同佢未講清楚，我唔想你再因為佢困喺夢入面。嘉嘉唔出聲，只係望住佢背影，嗌咗句：你過得去就唔好返轉頭。阿偉冇回頭，只係舉起隻手，對住嘉嘉揮咗下，然後一步一步行向 Mandy。當佢接近嗰刻，Mandy 轉身，面無表情講咗一句：你話愛我，亦都話愛佢，咁你愛邊個？阿偉停低，冇答。下一秒，兩個人影一齊被霧吞噬，再睇唔到。嘉嘉扎醒，發現手上嘅手錶裂咗一條紋，仍然走緊，但時間停喺6:13。逆流坐喺床邊，你冇答應佢任何嘢，做得好。但佢都冇答我。冇答唔代表冇感情，可能連佢自己都唔知道答案。